以前大理国有一位段公子，生性风流，见到每一个姑娘都忍不住温柔相待。先后遇到了泼辣敏感的木姑娘、聪明伶俐的钟姑娘，以及出尘脱俗的王姑娘。段公子是第一个见到木姑娘真正容貌的男人。木姑娘发过誓，哪个男子要是看到她的容貌，就要娶她为妻。然而段公子又因为差点毁了钟姑娘的清白，被要求娶钟姑娘。可是啊，当他来到苏姑，看到王姑娘时，对她一见钟情，因为仙女一样的王姑娘与他在洞里看到的神仙姐姐雕像长得一模一样。结果遗憾的是，这3个姑娘都是他的亲妹妹，他一个都娶不得。咦，还有点像您。殿下，您这是？告诉丫头，这个结局我不满意。四殿下是不是特别的生气？生气到想把这本子给丢了？生气？没有，他只让你做修改。怎么？他生气你很高兴？没有。哎，小贾，过来。我之前让你绣的鸳鸯还有打的盘扣怎么样了？那个我真的做不来，太难了。快拿来让我看看。你要知道这次考核非同小可，过不了可是要杀头的。这是什么呀？你绣的蜈蚣腿吗？还有这个，这是什么盘扣啊？我从来没见过。哼，你当然不晓得了，这可是缝合伤口救命的阵法，比那些中看不中的鸳鸯蝴蝶可了不得多了。哎呀，雨云竹，你说我不会绣这些花，然后就要把我杀了，这太不合理了吧？小贾，你可不要不当回事。我听说青天剑夜观天象，算出有一个无才无德的灾星转世，要祸乱后宫，刑克东宫，然后他们就要通过才艺考核，找出这个什么都不会的无才无德之人，再把这个无才无德的灾星给杀了。哼，怎么能这样？哎呀，小贾，距离考核尚有一些时日，你勤加练习，应该还是可以通过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杀头了。太难了，这又是系统设定的剧情在安排我吗？莫名其妙的考核，我该怎么办呢？听说四殿下对我故事的结局好像不是很满意呀。段公子的结局确实惨了些，看似跟每位姑娘都有些缘分，但最后都未能修成正果。这个呢，是烂情人乱搞暧昧，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故事。都怪段王爷年轻的时候风流成性，最后害了自己的儿子。结局是惨了些，但画册颇为风趣，看得出来你很用心。难得殿下觉得满意，那我可否向殿下求一个赏？主动求赏，说说看。殿下也知道，最近宫里在才艺考核，我身为44的宫女，确实不太擅长女工。万一考核没过，唉，我要是被杀头了，谁给殿下你更新画册呀？所以你就到主考官之一的住所来求救。你是主考官之一？真是天不亡我呀！殿下，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结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不如教我一个可以过关的技能。你想要学什么？听说殿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容易速成呢？那就从这鬼画符画册开始。我不写了，我觉得殿下你就是在看我的笑话。有吗？有啊，
我看你下笔有力，神态自如，画的真丑。不如改作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这么着急写下半句，那你写啊。我写就我写。执笔无定法，要使须而宽。我居然能写出这么好看的字，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学生？殿下，我错了，这扇子我给你擦干净啊。我跟你说，你干嘛？你不要乱来啊！我跟你讲，没兴趣。拿去司制司洗干净，不然明天我就见不到你。你给我拿去司制司洗干净去。殿下，您今天的衣服被小贾姑娘弄脏了，我看您一点也不生气啊。身外之物，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现在这字都毁了，要不我给您扔了吧？哎，我说扔了吗？哦，拿笔来。停。殿下，您这寥寥几笔竟能点石成金，真是厉害啊！哎，我看这像是栀子花。聪明。殿下是从何时起偏爱这栀子花的？管你该管的，做你该做的。是。让你查的事如何了？啊，小宝已经查清了，那名卧底杀了原本入选的舞姬，顶替的身份混进教坊司。想必是听闻殿下常招歌舞乐人入府献艺的缘故，企图混进寒章宫。他当我这是什么地方？无凭无官之人进进出出。这几日小贾姑娘不就是进进出出？什么小贾姑娘？叫那么亲热干什么？小贾姑娘人好，这叫起来比较亲切。再说了，殿下您不对小贾姑娘也不一样吗？殿下，小宝有一个好的建议，说来听听。既然殿下这么在意小贾姑娘，不如考虑一下，将其一并带入寒章宫。哎，小贾姑娘跟着您，那总比在那个司制司成天洗衣服要强得多啊！这是一般人求都求不来的恩典。她不是一般姑娘。再者说，日后我娶谁，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不想委屈了她。自古以来，哪个王爷不是三妻四妾？放肆！此事需要再提。是。
钦天监无才无德之人刑克太子的预言，传得莫名其妙。才艺考核的事也很是蹊跷。占星预言，我压根儿不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主要纤纤盈盈一握，说的就是这样的身材吧？我说了，吃的有点膨胀了。他怎么每天还飘火火嘞？我听说，这次才艺考核是徐有正向太后请了懿旨，太后亲自指示詹事府和礼部操办的，而且徐有正将担任这次考核的审核官。殿下还是小心提防为好。无妨，谅太也不敢在詹师府闹事。你手怎么了？哦，前些日子练剑不小心伤到了。一会儿去找小宝，把我的金疮药膏拿去用，啊？谢殿下。怎么样？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这个字体要中宫收紧，横竖舒长，要个个都像身姿绰约的美女一样。你再看看你写的，真是人如其字，个个珠圆玉润。猪。你刚刚说我，你说我圆，还说我是猪。别装了，都干了。好，是我不好，是我操之过急了。不是你操之过急，是我愚钝。是我不会为人师。不是你不会为人师，是我字如其人，珠圆玉润。你哪里圆润？明明是体态绰约。我体态绰约，你不是说我超能力是吃吗？我能不胖吗？好，那这样，今日心情不适合练字，那就放1天假，如何？你说的，那我今天可一个字都不写了。不写了。好，走，出去玩去。我是不是被骗了？